这摆 COVID-19 疫情，除了互清洁人员无用清洁消毒，面对天高这个风地嘛袂当放松。根据环保局表示，伫5日节之前，各区队一定伫林调聚集的所在进行302处的消毒甲预防性的投药。特别伫15号开始落雨，天气无稳定，所以呼吁市民一定要动手清除滋生源，共同度过非常时期。登革热防治也是非常重要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个案例发生。因此，市府团队我们也一直在合力的加强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哈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大概110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市的这个环境卫生的消毒工作。那针对一些侧沟啦、阴井，还有不容易清除处，我们做了这个预防性的投药974处。那针对滋生源的清除了积水容器8万多个。脏乱点清除2万多个哈，所以可以这边也要呼吁来市民，确实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的积水容器存在。那这些积水容器里面，我们更发现了32件是有这个阳性容器，也就是有孑孓生长的这个部分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针对这个有阳性容器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也都告发了哈。虽然大家轻松过节，不过环保局已经排班完成各区里的清除滋生源，嘛针对严重积水的容器开单32件，所以嘛请市民配合，唔当因此受到处罚。电台新闻，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